如果0分到10分嘅，你會俾我 MC 幾多分呢？都有9至10分啊。開會之前同開會之後，最大嘅得着喺邊度呢？多咗好多知識啊，話有一個自動化嘅銷售吸客系統，咁我覺得會幫助到係網上銷售一個好快速回應客戶啊，或者係減省咗好多人手時間嘅成本咯，都好大分別。初初都一籌莫展嘅。邊 part 最如果 impressive？即係你即時教我哋睇 Google 啊，Google Search 或者俾有實證嘅嘢，我會比較 interesting，即係會比較 concrete 啲咯。咁我自己咧就因為我之前都聽過唔同類型嘅網上生意咁樣啦，咁啊發覺MC Sir 你其實都會即時會俾翻一啲實際嘅案例啊、例子啊，同埋後邊即係其實仲有個財技喺裏邊嘅，咁所以其實你所包含嘅嘢唔單止淨係喺網上做生意嗰個層面咯，我覺得即係你會再去望遠啲前景。其實盤生意仲可以點樣去擴展啊，或者係賣咗佢啊，即係有呢一個嘅 picture 俾到我哋咯，所以有一個信任，即係比較 信心喺裏邊啊。comprehensive 啲咯。有好多嘢原來可以後續嘅喎，我哋即係俾到都幾大信心我哋嘅。同埋MC Sir 你講嘢嘅時候，即係唔係花巧咯，有碗話碗，有碟話碟，即係唔會話哇俾到你一個好 fantasy 嘅憧憬咁樣。咁我覺得呢一樣嘢我好 appreciate 嘅。如果0分到10分嘅，你會今日俾我 MC 幾多分呢？都有9至10分啊，都有9至10分9分啦。OK，好，係多謝兩位。